就幾多錢啊，兄弟姊妹們啊？168，168煎肉呢瘦兩隻幾多錢啊？我看一下，我睇睇煎肉錢呢瘦，還有隻買個菜嘅阿婆呢41，係嘛？加多隻41。41就209啊，哦，209，然之後煎肉呢兩隻係幾多錢㗎？就先嚟啦，冇有錢就死啦，老闆娘啊，漲紅烘烘嘅，209，有隻47，有隻53，煎肉呢個一隻47，一隻53，就啱啱100，係嘛？啱啱100，309，309還有個攝影師個工資，還有個油錢400幾，311啊，即係311啊，係咪？加上個攝影師嘅工資油錢又400幾咧。手套2蚊係嘛？哦，手2蚊嗰啲冇理嘅啫，冇使理嘅啫，1、2蚊嗰啲啊，係嘛？你哋今日睇到又冇，你哋一真正嘅話，你一冇計起身嘅話，你哋又冇知道係幾多錢啊？如果平時再使大啲嘅話，係咪？求其好慳嘅話都係幾百。今日來嗰度又係近個菜啊！冇使過路費啊，冇使乜嘢個菜，一走遠啲仔嘅話，個過路費啊、油錢啊更加多再，係咪？反正你哋冇乜點樣睇得出個，求其都要幾百字。票又冇有咩票，貨又冇買出，你哋幫我2隻燈牌嘅話都好支持啦，真係個。所以講我要求隻燈牌都咁難。哎呀，孤行妹妹，anh插8隻燈牌rồi，anh插8隻燈牌rồi。仲有我每一日發個寵粉紅包啊，同埋個福袋啊，又閒地都冇講多，應該總共嚟講發10幾20蚊紙10幾蚊紙啦，可能都會有，係咪？多謝嚇，領個寵粉紅包，去亮燈牌。真係個每日都係要求你哋隻燈牌，又冇要求你哋上咩大禮物，係冇？都咁難。其實你哋幫我做得到數據，係嘛？等嗰啲有錢啲嘅大哥啊，殺啲票啊，或者係買啲貨出去啊，賺到2蚊紙嘅話，我冇使每一日蝕咁多錢嘅話，我也識得使大方啲啫啊！係冇咯？你日日都係自己個銀包都冧啊！日日就得冧啊，都冇有收入嘅啫，啲冧仔咁啊，越冧越少咯。肯點大方咯？係咪咯？幫我做數據都上一啲人氣冇各方面，係嘛？一隻燈牌1毫子啊，真係有咁難咩？真係。反正我每一日
又每一日我又放個寵粉紅包俾你哋去領嘅。